就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在开始敬拜赞美前，我们邀请大家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安静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刻，将自己最棒的礼物，就是我们自己的全人全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罗马书12章1节这样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让我们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暂时放下工作上面的劳碌，暂时放下家庭当中的重担，放下一切你觉得背在肩头上让你沉重喘不过气来的压力，都带到耶稣的脚前。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要使我们得安息。让我们有一个静默的时间来对神说，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一切歌颂、赞美、尊崇的神。谢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舍下你自己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蒙连续，得安慰，得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渴慕在今天的敬拜赞美当中，真实的与你相遇。主，我们渴慕你，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的渴慕你。耶稣，你是行神迹的神，你是使水变成酒的神，你是使瞎眼的看见，使哀哭变为跳舞，使我们的悲伤可以披上喜乐的神。主，我们要将每一位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得到你的帮助跟安慰。求神脱去我们一切的缠累，恢复神你创造我们最初的荣美形象。我们要单单的举起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是的，主，我们要转移我们的心境来敬拜你。今天的这场聚会，我们深深的渴望可以与你相遇。谢谢主，帮助我们有一双可听的耳，帮助我们有一双属灵的眼睛。求神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们在与你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我们更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成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到之处，更是我们教会的祝福。谢谢主，我们要向你支取能力，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高举我们的心，要来唱哈利路亚。是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行神迹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个行神迹的神。哈利路亚！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
志，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信心的来宣告，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一起宣告。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信心的来唱。所以我要相信，你便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你便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地震下，一遍遍祷告。所以我要相信。
稣，哈利路亚。圣洁居所，你大能同在。
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早带着一颗渴慕热切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的内心干渴，我们的内心是如同饥荒一般。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你从天上降下来的恩雨来浇灌我们的内心，来浇灌我们所饥渴、所缺乏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早透过你所降下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同在的美好。主啊，帮助我们透过今早的礼拜，也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来对你有所回应，用我们的生命来对你唱出新的歌，用我们的生命来向你发出我们最大的赞美跟感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透过我们所回应的、我们所唱的、我们所祷告的，也再一次要看见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今天的礼拜当中，彰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帮助我们，愿今早的礼拜真实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敬拜，将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能力、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你。愿今早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要继续的，我们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颂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2处经节。第一处，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上主说：假如你们守安息日为圣日，不在那天做私事；假如你们尊重这圣日，不在那天履行工作、说闲话，你们就会从我获得喜乐。我要使你们在世上到处受尊重，而你们要在我赐给你们祖宗雅各的土地上享安乐。我上主这样宣布了。第二处圣经节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5节，请。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借着耶稣的死，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通过幔子，就是通过他身体的活路。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在掌管上帝的家，那么我们应该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用已经蒙洁净和慧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让我们坚定不移地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献诗，我们请紫兰小组，他们要献的诗歌是《竹坛献祭》。献诗后，我们请牧师讲道。牧师要传讲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教会生活。你赞美献上为
将一切荣耀都献给我们的神。亲爱的谢牧师瑞平牧师，我们富强教会的长子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主的圣日，我们一起能够有机会聚集在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在过去1个礼拜，因为台风的影响，其实不是所有的教会在今天都能像我们这样这么顺利的在主日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在礼拜当中也纪念这些还在灾情当中受到影响的百姓。今天也是特别是我们总会的文字事工主日能够有机会代表教会公报社来到我们富强教会，跟我们弟兄姐妹请安跟报告。特别也感谢我们富强教会在过去一直以来对于教会公报社文字事工上面的支持跟奉献。今天特别用一个主题叫做基督徒的教会生活，要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在分享以前，邀请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宝贝。主，也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在透过你的话语，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生的帮助。也愿你的话语亲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过往跟一些大专青年互动的过程当中，那有一些是牧师比较深刻的对话的交流。那有些青年很可爱他会问牧师讲说牧师，如果我们要过真正的信仰生活，难道一定要来参加教会的主日礼拜或者是服事吗？因为我最近在实验说能不能透过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来维持这个信仰的生活。那我想试试看，如果没有教会的生活，能不能维持这样的信仰？那我想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也曾经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说我们今天如果去不了教会，我们就在怎么样家里过教会的生活。因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人组成的，那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过教会的生活毕竟怎么样，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或者是会思想说，我们真的需要在特定的一天，然后去到一个建筑物，才算是过教会的生活吗？当然有时候要回答这样的答案，并不是这么样的容易。那因为在这个世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教条式的教导，有时候其实真的不太容易被轻易的被接受。那科学家爱因斯坦，那他本来是一个对教会有偏见的人，但是就在德国当时候受到纳粹党的这个蹂躏下，那他看到有一群人在每一个主日都到教会去，那恳切的为着德国的教会来祷告。那有一天，他就在会众的面前流泪说：“我误会教会了。”在圣经中教导我们，当我们从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那就在那个瞬间，我们也成为上帝国度的家族成员之一。所以如果要试图的在教会的实体的聚集当中，那过教会的生活，我想在许多人生命的经验当中这或许不是一种我们说处理生活事件的寻常的方式。我们当然可以来思想，如果当我们要说那不去教会，我们仍然可以算作是教会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像这样子来看待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其他的领域吗？弟兄们，如果你有一次，当你要计划一个家庭的旅游的时候，出发之前，你告诉你的太太说：“亲爱的，我今天会自己一个人去露营旅游。那作为我们这个家庭的时间但是你千万不要太担心，因为当我跟我们的狗在享受着烤肉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会想着你跟孩子的。那你不用担心，这个就是我们美好的这个家庭的旅游那亲爱的，我们不太需要这种教条式的生活嘛或者是当你要错过了女儿上台演出的机会的时候，你心里面告诉自己说：虽然我这次没办法去，没关系，因为
上个礼拜他在家里练习的时候，我有看过了，哦，那也当作是我有看过他的表演了吧。如果你有上述的想法，可能你只会得到这样子的结论，就是如果你不花时间陪伴你的伴侣，那在他的眼中，他就是不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观看你女儿在台上的表演，可能在他的眼里，或是在他的心里面，他只会感受到的是爸爸不注重我，不重视我。如果你总是跟你的朋友放鸽子，那当年在你朋友的眼中，那他就是那个不受到你重视的。美国著名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欧普拉，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一周里没有时间跟家人聚上一个晚上，至少1个小时，那么家庭就不是你在乎的事。因为正常的子女会在家庭当中跟父母亲、跟弟兄姐妹来互动，那也透过在家中这种服事的经验来成长，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所以信仰的生活应该也不例外，就是在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我们服事神，也和弟兄姐妹彼此互动的团契，也透过在教会当中服事的经验，成长成为一个健全的基督徒。在以赛亚书的58章，今天我们所读13到14节里面，他提到2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从上帝获得喜乐，在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是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第二个是以耶和华为乐。相信许多的牧师在他们牧会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期待要建立一间喜乐的教会。就是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想到的会是喜乐的事。也当我们参与在服事当中，同样是怀抱着喜乐的心。在教会当中，我们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是按照自己属灵的恩赐来彼此服事。以弗所书的4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一本书名为肢体生活当中，他将这4种的恩赐的职分比喻成体内的4大的系统。第一个，他说使徒是我们的骨骼的这个系统，身体是主干是骨骼。他说使徒就是设立这个架构，设立这个教会。那先知呢，他是神经的系统，就是他领受并且传达这个大脑的命令。所以他说先知为教会订定了这些次序。那传福音的人，他说是一个类似像消化的系统，吸收外在的饮食，让它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传扬福音，让未信者一起成为有机会成为教会的一部分。那牧师跟教师则是像循环系统，血液将这个营养传到全身，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弟兄姐妹。当然，这是一个作者的比喻的方式，虽然它不一定这么样的准确，但是如果我们要问说哪一个系统才是最重要的，相信我们都会知道，其中没有最重要或者是最不重要的系统，只是分别各自不一样的系统在身体当中去承担自己各自的责任职责。在以弗所书刚刚我们所提4章12节，他提到说，这些都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做这些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我们在教会当中发现恩赐跟善用恩赐，是我们服事的起点。所以若是在教会当中，你已经找到适合你恩赐的地方，我们就忠于这一个服事。不过要提醒的是，我们的服事并不是以事工为中心，属灵的服事事实上是以关系为中心，因为事工的目的跟本质其实是在于弟兄姐妹彼此的服事。在我们事工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在于自我满足。
若我们将自己的恩赐、才干应用在合适的事工上面时，毫无疑问，我们都会享有这种满足跟喜乐。恩赐这个字的字根本身，它就有喜乐跟愉快的意思，就是当与自己的恩赐相符合的事工，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这样的喜乐跟愉快。但是我们的服事并不是成为满足我们自己为目标，而是要使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服事来得着益处。特别拥有相同恩赐的同工，在一起服事的过程当中，如果能看到跟自己一起服事的同工，他们的恩赐、他们的潜能被开发、被运用，有一天这个同工和我在一样的事工上面表现得比我更优秀的时候，这才是成功的服事跟事工。也因为这样，我们在事工当中，其实是要随时的去关心我们的同工，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并且去思考怎么样去弥补他的不足，让这个同工的恩赐可以完全被开发，可以完全被运用。当然，也有可能我们的同工在某些的恩赐上面表现得比较卓越的时候，但有时候这样的想法会让我们自己落入了试探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如何去调整、改正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状况，以达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所说合宜的服事。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成全是很重要，需要被强调跟注意的。我们的服事其实是希望被服事者可以因着被人帮助而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服事者其实本身需要有一个我们说健康的属灵心态。如果你没有领受到、经验过这样属灵成长的恩典的弟兄姐妹，如果一开始就步入了这个服事的场合，就会发现有许多的人最后他感受到的恐怕只有劳累。或许我们过去有些教会他们都会有一些建立一些观念，就是如果要参与服事者，最好是已经接受过洗礼的弟兄姐妹。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借由一些方式，例如说我们可能会帮助或是邀请未信者先参与某一些教会的服事，然后要借机会让他有机会进入到教会当中。当然，这不是不可行。因为刚刚牧师提到说，服事的本质是要去建立彼此的关系。那我们可能也会期待说，让未信的弟兄姐妹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与我们建立关系、认识教会。但是事实上，我们要非常小心并且谨慎地使用这样子的方式，因为如果没有去领受到我们说属灵的成长，可能最后换来的就是劳苦跟埋怨。那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就在于并不那么认识服事的本质。在圣经当中，有提到一个词叫做执事它的原文叫 diakonos， 那它是由2个字来拼凑而成当然，这个字有时候会用来指上帝的仆人，或者说耶稣的跟随者。这个字它源自于2个字的意义，第一个 diako 就是跑腿办事那这个 konia 就是灰尘的意思，2个字合起来就是你一直跑腿在帮别人办事，然后跑到整个室内都是灰尘，这样就很忙碌的意思所以就是很勤奋，然后走到这个灰尘四处飘扬。在初代的教会，执事是教会各样职分的统称当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职分。不过教会里面所有的职分其实都是服事的职分，而不是地位的象征。职位的授予、职分的授予，其实是让一个人更积极的参与在服事当中。所以所有领受这个职分的人更应该是那些弯下腰来先为其他人服事的人。在我们今天所读希伯来书的第10章提醒我们，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22节说，我们一起来读，请
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用已经蒙洁净、无亏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然后在教会当中，24节提到彼此的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特别在25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请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他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若被建立起来，教会就会成为它应有的样子，也会成为世界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参与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透过我们的服事，会有没有被坚固？透过我们的服事，我们弟兄姐妹的信仰有没有被建立？建立不是单纯建立一个组织的意思，而是最终要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更成熟、更完全。教会的事工终究是要帮助教会的肢体来彼此成就。所以当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有耶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就会透过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场合来彰显出来。有一位曾经是美国的参议院的院牧，这个夏维信牧师，他曾经在华盛顿牧会的时候，有一次他说他出差去到华盛顿以外的地区，当他要回到华盛顿的时候，他想要从飞机的窗口向下看看他的教会，感觉教会应该是蛮大间的哈，可以从飞机上看得到他们的教会。那因为改变了航道，所以当他差不多快要看到教会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他说他反而看到了白宫，他看到了儿童医院，看到了国防大楼跟乔治城大学。可是就在那瞬间，他说他想起了在这些建筑物里面上班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同工，所以他突然领悟到的是，教会不是只有在某一条的道路上面，凡是他所牧养过的弟兄姐妹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敬拜上帝、领受上帝话语、受训练的人。当我们分散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居住的家庭、跟我们的工作场合、我们的学校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些地方为主发光的时候，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而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当中的服事，也应该聚焦在兼顾彼此的信仰。在疫情带来我们生活当中许多形态的改变或许有些时候也是信仰观念的改变。我们要思考的是，当我们去改变这些生活形态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我们去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当我们改变我们信仰观念的时候，是不是也让我们的信仰的状态更加的健康？当然，牧师也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线上就可以听讲道，为什么要来教会？我自己可能整理出几个答案。第一个就是敬拜赞美。敬拜赞美让我们感受到这种上帝临在的重要的礼拜仪式当中，教会借着敬拜赞美，也在足坛献上我们的赞美祭跟我们的感恩祭。在出埃及记的29章42节，他提到，这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的门口，作为你们世世代代经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透过献祭，上帝要与我们相会，和我们说话。我想来到教会，实际参与在敬拜赞美的过程当中，跟我们透过电脑的荧幕在赞美，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感受跟差异。抱歉。第二个是我们彼此的祷告跟服事。当然，代祷是可以随时随地为着彼此来代祷。但是当你到教会来之后，
有教会的牧师为你按手的祷告，教会的长职为你按手祷告，或者是弟兄姐妹彼此牵着手，为着我们的需要交托给上帝的时候，我想这样子的陪伴是无可取代。来到教会时，我们也借着再次的彼此服侍，在教会当中有很多样不同的恩赐，来领受到上帝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爱。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上帝要借着你为教会带来祝福。弟兄姐妹，上帝要借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为教会带来祝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透过与属灵的家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进而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当然，我们在礼拜中，我们会聚焦在上帝的话语，聚焦在领受教导。在我们信仰告白里面，我们的使徒信经他提到圣徒的相通。使徒信经大约是在主后的6到7世纪，内容基本的定型。所以写入这个，我们已经练了将近1400多年的信仰告白，就表示在信仰的经验上面，这个是一个圣徒相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彼此的互动，也是圣徒相通很重要的一环。另一种的圣徒相通，就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时空的基督圣徒，共同参与在一个我们说延续性的事工当中。例如，或许我们当中目前现在在这里做礼拜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的父母亲，或是你的祖父母，或是你的曾祖父母，一起都曾参与过不同时期的富强教会。所以当这些世世代代所累积起来所建造的富强教会，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而我们现在也正参与在建造富强教会重要的事工上面。当然，教会公报的事工也即将迈入140年的时间。作为21世纪的基督徒，牧师要邀请我们一起参与在这个跨越时空重要意义的事工当中。相信若不是出于上帝的计划，我们现代的圣徒要怎么跟历代的圣徒，例如巴克里牧师、甘维林牧师这些宣教士，我们一同有份参与在这一个已经维持将近140年的事工当中。尽管教会公报社已经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时代，一直到现在，甚至有这个 TCNN， 就是我们说网络上面的新闻报。在这个事工当中，是多少历世历代不同的圣徒？或许你的父母亲、你的祖父母、你的曾曾祖父母，他们都参与过的事工，而如今我们也同样有份于在这个事工当中。接下来要邀请我们来观看一段教会公报社他们的影片，也让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在这一年、近几年他们所推广、所参与的事工。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台湾教会公报社这140年来一直坚持，就是我们要讲耶稣的故事，传基督的精神。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跟随着耶稣基督，他们牺牲奉献，也坚持着基督的精神，这些都需要被报扬出来。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杜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呢？教会公报的2篇有关那个圣诞节的，就来讲吗？我来讲就好。哦，因为我都出国啦，我出国，你就想讲会使做什么代志？我自细汉厝诶出钱花去真侪国家大过，变做煞台语袂晓讲。遮尔侪语言，我学过迄种法语啊、德文啊、日语啥，我竟然袂晓写家己诶文字。私底下去请干事甲伊联络。困难的拢伊担啦，
啊，我就拢负责简单就是甲滴咧，啊开始讲话安尼咧。咱台湾即块土地，一开始咱大家讲的就是台语啦，尾也有是义入来，啊尾也有汉字，啊咱有一个历史煞失传去啊。啊，后来加在教育公报迄阵来时，因较早来，啊华侨咧较早来，所以又甲即个留落来。啊，咱即马佮转去看，才发现讲，迄阵咱有人留学哥伦比亚咧，你知道无？咱有人去日本哦。画着什么地展啊？东京地带。大家拢是讲台语啊，人嘛拢有写啊，所以我在讲啊，咱的祖先拢有真认真，在这个过程内底用伊的语言讲写啊，传互大家做伙拍拼啊，咱无输人啦。我咧看标会就是安尼啦。一句讲，这礼拜金句，请恁大家背起来，逐礼拜背金句。啊，伊讲这句，我转来，逐礼拜逐日写，为拜一下，拜一下，拜一下，才写一年。啊，因讲恁今年我叫恁背金句，恁有背偌济？这伊就迄本摕出来讲，阮妈妈写一年的金句伫遮。啊，即马家己愈感觉年老，体力渐渐减少，渐渐袂行。啊，家己拢有知影。我生病啊，当时计算拢无要紧，这有影。啊，毋过还有毋知是安怎，敢若动啊，佫诚济。所以我即马拢祈祷上帝讲，那义务责任若是一直咧，你着互我身躯用行，吼。啊，若是已经讲我义务啊煞也无责任啊。你就互我安尼平安转去吼。公报社从独家出版台湾唯一的报纸，到整个媒体行业蓬勃发展，甚至在网络革命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公报社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冲击而消失，但是因为资源的分散，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以更新周刊来说，光去年1年就比前年减少大约100万的奉献收入。这些挑战虽然很艰巨，不过并不会改变公报社用文字带来好消息的使命。无论是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甜蜜亲子报、新眼光及少年新眼光读经手册，都会继续将信仰的典范透过文字呈现在信徒的眼前。坚持做对的事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对的事情就是必须不断的传承下去。就如同台湾教会公报社最近这几年，我们为了要关心受造界，不再贩售一次性使用的塑胶圣餐杯。虽然这造成我们非常大的收入减少，但是我们相信这就是对的事情。恳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和我们来做对的文字事工，恳请大家一起来补足我们每一年都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文字事工费用，继续为我们关心代祷奉献。愿上帝赐福大家。在我们手边我想都有拿到教会公报的这个奉献袋。那其实，在受派的过程当中，我有跟公报社讲说，我今年3月才来过富强教会为南省请安报告，那还是要不要派别人这样？但是公报社的同工他说，据内线消息指出，刘牧师来请安的时候成效不错了所以才想说要派我来不过我想这应该是误解了，因为就我的了解，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以来对于我们教会的机构的事工都是非常的支持所以应该不管哪一个牧师来请安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愿意来支持这些事工那所以仍然邀请我们弟兄姐妹，那照着上帝对我们的感动，那特别为着教会公报社来奉献。
也愿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当中感受到上帝的所赏赐的丰富，并且同心来建立一间上帝所喜悦、满有喜乐的教会。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所赐的一切。主，我们要向你祈求，赏赐我们智慧和力量，来建立一间喜乐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温暖的家，充满着你的爱跟恩典。愿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欢笑的地方，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感受到从你而来的喜乐跟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感谢今天艺人牧师带给我们的分享。这时候我们也要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唱我们回应诗歌之后，我们要来为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每一天我需要你，我们坐着唱就好。好，来，我们一起来唱。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们为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今天是文字事工的主日，我们为了公报社来祷告，为了文字的事工来祷告，求神来帮助，透过公报社所发送的每一个讯息，不论是实体的或者是线上多媒体的讯息，都能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传播出去。我们一起为了这个机构祷告，也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特别在我们要迈向50周年的时候，为我们的教会的增长，为我们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求神帮助。也特别如同今天利人牧师提醒我们的，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富强教会的会友，我们都寻找一个正确而且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方式。为了我们的教会祷告，也为了台湾来祷告。特别在台风过后，特别中南部有许多地方有许多的灾情需要重建，需要重新的修复，也有许多人在这次的风灾当中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求神来安慰，求神来怜悯，也让后续一切的复原的工作都在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保护当中。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为了周报里面或你所知道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他们在病痛当中，在心灵软弱忧伤当中，在遇到人生的困境当中，为他们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是啊，主，谢谢你，主啊，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事情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时常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主，我们特别为了教会文字的事工，为了公报社来祷告。主，我们看见他为了教会许多的文字的事工，为了福音的广传，尽了非常多的努力，非常多的同工投入在其中。主啊，求你赐福在公报社他们所做的事工当中，透过他们所做的一切，将你的福音，不论是透过实体的文字，或者是透过网络多媒体的方式来传播出去，来继续来诉说你的故事。主啊，也帮助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教会继续说你的故事，让我们的教会在迈向50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你更多，我们可以看见你新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主要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学习去寻找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生活方式，一起来同心来建立属于你的教会，帮助我们的教会再一次领受你的使命，再一次来看见主你在我们教会当中的美好心意。所以求你赐福在我们的台湾，特别我们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台风的风灾之后，在中南部有许多的地方有许多的灾情，有许多人他们的财物损失了，甚至有些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主啊，求你的安慰、你的怜悯，此时就在台湾每一个百姓的心中。求你的平安就赏赐在那些需要的人当中，让这些需要的人虽然经历这样的风暴，经历这样的低谷，但让他们知道有主你与他们同在。主啊，特别与我们教会当中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同在，不论是遇到生活上的困顿，遇到心灵的忧伤，或者是遇到身体的病痛，主啊，求你也来扶持他们，来怜悯他们，来医治他们，让他们再一次经历到主你是他们的大牧者，你要牵引他们到那个可安歇的青草地上，让他们看见主啊，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美好事。主啊，向你献上我们同心的合一的祷告，也再次将我们的教会，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帮助，求主你来带领。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今天是文字传道的奉献主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奉献来关心文字的事工，将神的话语、将神的福音传到各处。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
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读本月金句，请。唯独从上面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各书第3章17节。请翻开周报第2页，主日服事敬拜同工，下周主礼夏牧师服事的同工，请我们自己看。翻开第4页，本主日为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我们感谢刘牧师来正道，然后夏牧师前往12时教会交换讲台，然后文字公报社在我们公报社有许多文字事工，我们教会常用的《更新周刊》、新眼光，还有少年新眼光，还有各项属灵的书籍，也请大家可以多多的阅读。第2点，8月4日为父亲节跟圣月主日，然后由主日学的学生参与2堂的献诗，请大家为父亲献上祝福。然后第2小点，在下主日会做细胞小组的问卷调查，等一下请牧师补充报告。然后第3点，本会定于8月11号为社教48年的感恩礼拜及圣餐洗礼式，2堂会合并成1堂，礼拜会为由9点开始，然后请大家注意留意时间。再来，我们要为第2小点已经报名受洗的坚信礼的成人有7名，然后坚信礼3名，还有小儿洗礼2名，请大家为周报里面的名单为他们代祷。然后第4小点，本会定于9月8号会推动第7期的幸福小组，幸福小组的详细行程还有时间表，请大家看以下的说明。然后第6点。本会与华人民主书院合办自由与记忆的主题影展，在8月3号的9点半3楼的副堂，欢迎大家参加。然后第7点，本会定于9月8号2点会举行吟诗漫游地球村，邀请骆维道和苏慧珍牧师夫妇前来本会主持，然后请大家关心，若要参加的人可向办公室登记报名或上网报名。第8点，请为凯米台风受灾恢复线上祷告。门徒培育事工，教会有参与。在第2点，教会参与在公报社的诗篇抄写活动，目前有64名兄弟姐妹报名，我们也欢迎大家踊跃在报名参加。然后第3小点，哀伤陪伴及婚姻关怀服事事工，有哀伤陪伴智慧的抉择，还有第3点，单亲教养儿女的线上讨论会，也欢迎大家参与线上的活动。牧区消息关怀到代祷事项，请我们自己看。然后奉献的部分，请大家对照，如有问题，请向财务室更正。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补充报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欢迎新朋友到我们当中哈。我们这个2位新朋友，第一个是陈云珍姐妹，云珍姐妹，好，在后面，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认识她好，欢迎你，欢迎你哈。她住在永康的地方哈。云珍的名字跟我们教会的云珍姐妹同工名字声音都一样哈，感谢主。另外一位是卓美玲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看到新朋友来哈，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也希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参加我们教会聚会或活动，能够非常的习惯哈，能够参与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新朋友的代祷的团队，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关心。好，我们再次要感谢
我们的刘牧师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用2堂礼拜的主礼来勉励我们哈，也为我们的教会公报，我们的文字施工主日来做请安。我们再次拍手，谢谢他好不好？谢谢。我说今天刘牧师比较辛苦了，我跟他交换讲台，我第1堂开堂的时候还在这里，然后跑过去12时教会做完礼拜，我再跑回来我们这边还没结束所以今天让刘牧师辛苦了哈。我就跟我们的曾牧师说第2堂礼拜呢，这个如果来得及回来补充报告的时候，牧师上台也给大家请个安了哈，因为我们连续3天的台风假哈，大家平安无恙，真的感谢主。但是有很多地方淹水太严重了哈，我们在中会也在收集报告，说有淹水的啦、损坏的啦哈。那可能会下个礼拜会稍微公布一下，到底要不要为这个受灾来奉献哈？因为很多地方无论是这个电器啦、家具啦，甚至家里养的鱼啦、猪啦、鸭啦，都损失掉了哈，这是很沉重。但是求主怜悯呢，应该政府有很好的措施来帮忙能够恢复哈。那牧师第一次碰到连续休3天的，你们有没有碰到？没有哈，第一次嘞。可能大家现在政府也比较注重我们的民众的意见了哈。但是牧师住在离岛哈，3天不算什么，我们都有说一休就休1个礼拜。因为没有飞机船也不能开，因为台风过了，海浪还继续在汹涌所以还没有开船所以我们在乡下觉得休1个礼拜就很自然的事了。不过感谢主，我们有通报问大家弟兄姐妹，大家是不是有没有状况？大家都很平安，真的很感谢主哈。那牧师也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了哈。我们先看投影片可以吗？投影片。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的青少年举办一个影展第一个影展叫做肖想狂人，大家觉得很有感受哈。那还有第2片在退潮坐在岸边就是在这个礼拜6上午9点半在3楼的副堂。那这个影片比较属于国内的影片为什么叫退潮坐在岸边呢？它是在讲一群阿美族的故事，他们岛内移民。他们离开原乡，在花莲来到台北的西周，我们可能有人经历过那一段时间，他们等于是违章建筑被政府赶来赶去他们怎么样存活下来？有一点纪录片或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原住民的这个历史，我们欢迎大家有空在早上可以来参加来看这个影片。就是这个影片，我们在8月3号这个影展，它是在各地教会都办了还有10月30啦，还有12月21都有陆续还有9月29都各个教会合办。那另外特别也鼓励我们，因为我们第2堂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在职场工作上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职场装备传福音的课程就是我们的樱花姐妹特别有介绍，她说他们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地方有开办这个以淡礼理学院淡礼理学院，那今年要在台南开班当然就是装备你能够在职场上跟同事你的办公室的朋友传福音这个时间是在7月30号有一个课程说明会周报里面有写，大家再慢慢看另外也上个礼拜有报告过，就是我们松联团去举办一个梦中族的存钱筒，要为我们50禧年的事工奉献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贴在那个公布栏有那个竹筒竹筒有4种款式就是那个刻的字不一样而已大家有兴趣可以把它订购一个是150啦，这个是定做的钱当然你要把它当成存钱筒，以后来奉献也很好，但是你留在家里面当你的一个纪念也都不错了它只是松联他鼓励要大家做奉献的意思好，除了这个投影片以外，牧师在周报的部分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为这个文字施工主日来奉献牧师要特别再做一点强调，就是说我们一年总会有
12个奉献主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文字施工主日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关系最密切，因为你每个礼拜周报都会夹那个更新，对不对？我们每3个月都会发一本我们的新眼光读经，那这些都是由教会公报免费提供的。所以我们每一年呢就会开放这个主日请不同的牧者来讲道，顺便来募款。就是说我们为公报社他们印这些书籍啦、周刊啦，要花很多钱哈。所以我们教会通常每一年我们2堂礼拜收的奉献，教会还在拨款呢，从我们的以前的圣餐现金呐这些专款，就是福音就是宣教基金在拨款，参与他们印那个新眼光手册啦、印更新的费用哈。所以大家如果有感动奉献，我们就会统筹来分配给这三个款项，一个是教会公报的周刊，或是他们文字主日，再来就是为我们的更新来奉献，也为这个新眼光读经来奉献哈。所以我们会再加码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是父亲节主日嘛我们有小朋友来献诗，来祝福每一位爸爸也要邀请爸爸还有做阿公的来参加这个感恩礼拜。但是下个礼拜还多了一个节目，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教会在推动小组事工。那小组事工呢是要唤起所有的会友，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小组的重要所以会在下个礼拜牧师讲到可能会时间缩短，那后面一段时间他会发一张问卷，那现场请大家来马上填大概10分钟就够了，填你的反应所以如果下个礼拜你有笔带来了就教会再提供没有带笔的如果自己有笔，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不会缺笔这样子2堂礼拜都有这个小组事工就是为了要庆祝50禧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小组事工做得更好，更能够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对别的教会做推广又由我们的会友来就一个问卷来表达我们的见解跟看法。而且为了鼓励大家填奉献还有一个截角你把截角吃下来，我们隔礼拜就是8月11号我们的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会抽奖，当成一个来鼓励你填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大家都一起填写，而且每一个填写的，我们也会送一个小礼物就是一种也是为了周年庆的庆祝就对了啦好，我们的11号的那个感恩礼拜也有圣餐跟洗礼在这边已经有12位了今天还有增加别的报名。如果大家要在11号来参加洗礼的话，最好是能够这几天就报名，我们才能够安排我们的学道班学道班这样子那另外我们也请各幸福小组组成之后，把你的同工还有你的主名你要预备要做在哪一个时间点能够报回来办公室那我们会在8月4号就下个礼拜天下午，连续3个礼拜天下午要举行这个幸福小组同工的培训你要复习，有老团员来复习新团员来参加密训那我们会请有经验的辅长来分享，有12个主题所以请大家这个礼拜我们的同工这个礼拜尽量能够把名单送出来当然有的说我已经很熟悉了，不用参加上课，但是也尽量把名单送出来。要参加上课的也能让我们知道，这样我们的谢婉干事才能准备材料那些课程的材料请大家请小组长副长大家配合一下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凯米台风的这个受灾，我们总会可能会推动一个奉献我们在下个礼拜再跟大家做报告另外还有我们的那个教会公报社举办那个抄写诗篇我们已经有60几位报名了。那我们这个礼拜报完之后，我们就不再报消息了。如果你还有想要写，可以问办公室，办公室再帮你买，或是你自己到我们的教会公报去买3本如果要参加他们的一个比赛，或是参加一个表扬呢，要在11月28号把它完成，那就可以参加了好，那其他的报告呢，我们
可以看详细来看周报了哈。我们也为下个礼拜要就任这个新庄教会的徐雅茹牧师来代祷，求神亲自带领哈。我们这样做补充报告，谢谢。颂荣，我们起立，一起唱《我的神，我的王》啊。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赞颂你，我要。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属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默祷。